經濟適當多元發展需要一定嘅時間啦。咁一段嘅時期裏面呢，博彩業仍將係政府財政收入嘅主要來源，亦都係保障民生、維持社會穩定嘅呢個基礎嘅。咁近年呢，周邊國家同埋地區咧有意或者係陸續開導嘅，而且咧係發展迅速，對本澳嘅博彩業咧係造成壓力。咁喺呢度咧想請問司長閣下，政府有冇對咧本澳嘅博彩業面臨嘅呢個競爭壓力係開展過相關嘅研究？有咩嘅規劃或者係措施係進一步鞏固同埋提升博彩業嘅優勢地位，令博彩業喺促進經濟同埋保障僱員就業方面呢係繼續發揮其應有嘅作用？澳門特區呢係一個1+4入邊嘅一，係一個綜合旅遊，以呢個城市入邊所提供到俾我哋嚟呢度嘅旅客嘅各種嘅服務啊，由佢出行開始嚟到呢個城市，包括之後佢去下一站，係成個整體考慮我哋競爭力嘅，就會聯同埋周邊嘅附近嘅省啊市啊一齊去推動旅遊方面嘅競爭力，唔係淨係純粹呢就係博彩咁樣去考慮。包括嚟呢度各種嘅消費啊、購物啊，呢個係綜合競爭力嘅提升。更加重要咧，係面對而家你所提出嘅關注係國際上高嘅，特別係鄰近地區嘅各種嘅消閒娛樂嘅發展嘅趨勢。呢度我哋都係密切留意，各自有各自嘅競爭力，但係我哋呢度咧係有區位優勢，基建發達同完善，對外聯通嘅條件都係相對於人哋咧係有優勝。用好呢啲嘅資源之外咧，亦都做好我哋嘅旅遊管理，同一時間咧做好即係誠信之道。呢個係今次經財司我哋特別提出咧，係做一個誠信嘅都市呢個金名片嘅打造。如果大家睇到留意到，我哋係會推出將我哋嘅誠信店計劃咧，由而家應該係大概3000間嘅誠信店咧，希望可以大幅提升澳門誠信店呢個金名片嘅搭建。希望以大家嚟澳門嘅消費咧係放心安全。